設計師會為今次海和山586尺嘅兩房單位點樣設計出呢一個新樓室內設計案例？首先，今次客人你想要啲高貴美，唔想太過浮誇，所以金鋼元素都會用到，但其他位置設計就要小心去揀同埋配襯，平衡翻金鋼嘅貴氣。我哋喺飯廳嘅曲尺型組合櫃加入咗金鋼嘅元素，其中一個位置就係以梳子屏風去設計，減低高櫃帶嚟嘅壓迫感。然後你哋都喺天花燈槽都加咗同樣金鋼去貫通成個空間。而大部分嘅飾面位置就揀咗比較樸實、唔同深淺嘅 earth tone 去做。書房我哋會延續翻主題元素，喺書台櫃嘅組合會有梳子嘅設計。梗係唔少得流動感嘅元素啦，所以牆紙揾咗好似沙丘咁嘅 pattern， 呼應翻廳嘅風格。走廊最尾就係主人房，當然唔少得喺櫃身部分有金鋼飾面。今次床尾位置係有對窗喺度，唔會放到普通嘅掛牆電視，所以我哋以捲簾嘅做法，拉落嚟嘅時候就會係投影幕，仲運用埋燈槽放 projector 喺上邊，一舉幾得。對於今次嘅室內設計主題，你哋又鍾唔鍾意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。